用。妹妹，你真的要去知道选美么？年满18岁的玲珑镇少女，人人都要去祠堂请选4名美人，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唉，一旦选上，你我的婚事便无望了。玲珑镇3500家，18、9岁少女何止8人，为何托我选上？因为你是玲珑镇最美的女孩。我是玲珑镇最美的女孩。我和那些选上的美人，和那些我在团选上的美人一样的美满，一样美，选中两人一分，须知道谁也美人谁分明，美名之下藏不赢。6年为营，6年息影，也是儿在年华情，直到他为营的孙儿赴杭亲征，都受情方能重为世家门。到那时，芳菲凋零永年老，青丝年王中把头这些我都知道。所谓古法早已停，因不应真一人。玲珑镇上玲珑女，
弟弟年迈娘多病，只靠你小小话是月风几分银。还为1千200银养了弟弟的好，治了娘亲的病，洗了累的袄，报了两月的身子趁年轻，早已为言的女子，侍奉我那慈儿丧妻妹妹。天下女子在万千，愿小早此生子你一生。哥哥，你是说要等我？堂上玄宗等你归来，可是12年呀，总算一辈子也等。此话当真？天地为凭。此次妹妹告辞。他为玄宗，他一定为玄宗的。李龙珍，我回来了。
还在巴黎，关心回归丧子两相依。你观这江南景色多秀丽，不算是人间天堂，令人迷。这位仁兄何时伤心？你是邱喜月，你是袁校长？喜月校长。喜月，你从法国留游回来了？回来了，刘师，这是我儿子的伙伴袁校长。校长，这是我法国的同学，自己的未婚妻刘师。bonjour。喜月，喜月啊，这位女子是洋人还是中国人呢？是啊，论血统是中国人，论出身是法国人。我的祖父在幼年的时候就已经跟着我的曾祖父来洋出海了。所以呀，他一生下来就是长着中国脸孔的法国人。哦，难怪会说中国话。实不相瞒，家父早年曾在苏州一带翻过丝绸，我这一口中国话，多少还带一点苏州口音。拉下来说，阿爹，阿爹，爹，谢礼，校长兄弟可是传庙古今美人的弹琴高手，12、13岁便被魏应楼评为双面画师了。色情，奇怪。哎，校长兄弟，怎么没有看见你们家收养的女儿刘玉芝？记得你们可是幼年的妻，形影不离。如今她也应该长成大姑娘了，你们成亲了？喜月，你忘了，玲珑镇年届18岁的少女都要去选双面美人，落选之后方可人家。今日正逢选美之哦际，刘玉芝也去参加选美了。是啊，镇上张贼说刘玉芝去向18年前的双面美人金双子。双面美人金双子，传说中有一个红遍大江南北的双面美人，一把魏婴短扇，夹着10两黄金。后来四经败露，传召会用的金嗓子。刘玉芝像金双子，她一定会选中的。说来，玲珑镇正选双面美人的捉鬼玩才，组织过法也能更改。我还是千里问营，红雨成钢，两条鲤鱼来做裁题。是啊，2条百年鲤鱼决定女子一生。 2条鲤鱼决定女子一生。说选中了，万事6年为营，6年行营，一生儿在方可成亲。是。昔月理想，万事大庆。时今归来，已是民国。这旧时代的老规矩，也该改一改。
喜悦，这张是你伯父，你是全家唯一的孙。这张送你留养，且需忠心为王，就是为了让你预早一日继承玲珑子，祖传孙爷呀。喜悦，你可不能让一代又一代的玲珑女老死在为阴泪啊！小赵兄弟，放心，无论是六六子，还是三名美人，都不能让他们锁在魏营楼里，也是害惨。多谢曲家大少爷，青玉文英，红玉成钢，不全是中国成语里说的落叶成玉吗？两条老于主宰人生，真是荒唐！真是太神奇了！雪莉，我要去看东方小妹。六四，六四。老君说休要逃藏，陆桓说把将要还要王说为虎见堂，孔明算风流倜傥，济公算岁不癫狂，宫廷说富丽堂皇，群里说配对成伤，我算玉算风算虎算公算玉算风算虎算金算银算天算真算权算万算权算王算将算子算子算去算马算会算万语那美人美完美完美人玲珑团算这正是天下名算才江南，江南名算才本乡，本乡名算苏团算，团算美才分成乡。请各位错老设处。有请玲珑镇所有庄主，就是他做错招，秋脸红。
良辰美景天落日，沿着流月回家乡，愿他留洋莫重阳。在人逐年把得长。这结果各路算上，万生秋喜用，拜见诸位上啊！喜悦才又是丧亲，连梦气是早上膝下父子，因而沿着喜悦自动情深。7年之间，我送他留洋，至今也曾归来。愿他早日担当重任，光大诸年。走来。这喜悦身边，怎么一个蔡阳君戴羊毛的女人啊？天上是喜悦的发结女婿，此番一回，想在家乡办一场传统婚礼。发结女婿就是外国人，就是当初要娶外国媳妇，不可，不可，不可！少管家秋山村，三村在，请儿与苦赠倾倒，卫兵处长已算倾倒，本届选美可否开始？处长放心。好，照300年规矩，长明早应甄选本届美人，请红儿与，请红儿与。淑女才算欲刚早应，青玉不闻红玉不成，落选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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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选，落选，落选，落选。
红玉成长，刘娘子当选孙面美臣。你是谁家女儿？生得如此出众。玲珑正开，清水桥边，小小一盘标舞店，家父姓袁，随母姓雷。刘娘子，你是这些年里最令我敬业的玲珑女，也是18年来最完美的双面佳人。多谢州长。来，为新晋美人刘玉子更衣良姻，随后送进为银楼。是女子。何人说话？在下袁小昭窥见州长。袁小昭，袁瓦氏，你有什么话事？小昭受尽禀告，我与新晋美人刘玉子乃有年定亲。有年定亲哪有事？我想你想什么？州长，小昭兄弟，我与他两小无猜，共长大，只盼长夜早结成连理花。倘若他今日成了双面女，从此老爷分飞更天涯。你自幼生长玲珑镇，世代伶人玲珑儿。殊不知玲珑选美凭天命，真有你凄凄苦苦数悲去。还不站起来！小周兄弟，小昭姑姑，妹妹，小昭姑姑，你不是发了誓愿等我吗？你的未来妻子，她是一位双面美人，你难道不该为她高兴吗？我高兴，我高兴。州长已经吩咐为新晋美人更衣良姻，还不快送美人下去？是。妹妹。
事。喜悦，你有什么话事啊？请问把我，算命媒人6年为阴，6年行阴，12年不得为家，不可加深的规矩，真的是祖宗定下的吗？是今已是民国时代，这老规矩能改一改吗？不能，不能，不能，不能！把父作为错啦！算命媒人12载，亏了多少？情爱玲珑女儿非常薄，死去青春不再来，小枣柚子情理在，只有香两无菜，我一代比娘，从此生生，从此生生被拆开。听戏院，张开闭开，我情，岂不知算命女不比寻常人，谁不是切莫掌握月中举，其也是生子万寿，愿风尘300年，祖宗规矩传下来，切莫问少人徒长妇人心，把我写下无憾也妇女，曾作孽妇也齐房，才离生才你懂了吧？不懂，万事不懂。算命媒人的规矩不能改，算命媒人的规矩改了，不能改，不能改，不能改。你们看。刘四，快离开浴缸！是这，快离开浴缸！刘四，你快离开浴缸呀！青玉问银，红玉成钢，发迹女神当选中国将官，算命媒人。刘四小姐，恭喜你了！不，刘四他不是中国人，他也不是玲珑女，他不懂规矩，也不要做算命媒人。
子，你就当他在做游戏吧。情与文英，红与正刚，岂能当作游戏？有事，我们为巴黎吧，我们不要在中国办婚礼了，我们演才求子。我要做衰面美人，我要把自己的美丽围在团身上。来，才为新晋美人刘氏干立良姻，授予6月子一同送进为姻后。报下令，刘氏，你为何婚的？美人的为领断算，本上行决定1000吧。本上行也决定1000吧。本上国的1500吧。本上行决定3000吧。报！苍天有我，玲珑团帅永生不衰。曹长大人，你这不是采买玲珑耍，你是采买玲珑的。你连青菜儿的未婚妻也要一起买吗？少管家，曹长请我打开魏营楼，将所有魏营吸引的帅面美人都请将出来。邱某今日要让天下算上，大开眼界。打开为营楼，请所有衰面美人适当良姻。救你出来，我要毁掉魏营楼。
唱调思相声，江水烟台发生铁子，上马王马，唤我何事？两位画师前来会议，取因何人？吕女子，刘氏，画师何人？原画师屈少爷。刘氏进来是非安静？安静，安静。安静的像一只不是么？这个杨丽儿十足的美人，刚进来是调皮捣蛋，各是新鲜。可是新鲜一过，便吵着闹着要出去，女昂父子。啊，还好，爹爹吩咐叫他上了回去，不出3天就变成小鬼毛了。那刘玉芝是何？吕女子啊，可是天生的双面美人，每天治疗血气，就是为王。我像一个女道士，哎，不是像女道士，是像女仙子。哎呀，对，女仙子，今朝一点烟火气都没有。对了。爹爹，吕女子好像一个人，哎，对，好像一个人，像谁？像一位双面美人。像哪位双面美人？爹爹，你看看手中的短扇呐。我手中的短扇，吕女子。像不像爹爹你短扇上的美人？刘玉芝，像我短扇上的美人。哎呀，像，真的有点像吗？不是有点像，是太像了。爹爹，吕女子。好了，请2位画师内院取经。
唤刘牛子刘氏下来为议。是。妈，记得回营的规矩吗？不许交谈，不许追情，不许斗论，不许分明。你们要守之规矩。是。去吧。新进的双面美人刘玉芝想我，想我。18载面纱水，18年来因名为
一生玉色洒清辉，怀抱师生意，神通怀着悲，引地声声做流水呀，做流水，做流水。多少位眼泪不曾阿妹，多少位托死把泪回，多少位呀梦里母女为呀，多少位心事多长情。18年来验真相，18年来诉不心扉，18年来难再会，18年来现成非。一把旧团算，朝夕暮夕金团线。莫算高门刘玉搅乱心思往事莫非今生与相逢？难逃眉尘。
说听我们，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家里。海边好人说西生，连外话丝丝雨后分。分子细的菜山花，挑开左脸快分明。刘氏，牛子，喜悦，小赵。你们都请我走开！喜悦，我不想待在这个地方，快带我离开这里！李四，愿以为神秘故国，时时新鲜，次次美丽。李四，掐不了紧闭的小泪，它要把人来自信，蒙面师傅心很痛，变成法子把人气，逼我穿上大口衣，来得我胸口是堵难呼吸。到夜晚一盆清水上足巾，冰得我一口一口吹冷气。喜呀，快快救我离此地，怪我是与客房里。李四，喜悦，你怎么把我带到这样的地方？亲爱的，你是委屈了。我恨这个地方。我也恨，我也恨。我会带你离开这里的，你放心，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的。喜悦，六四。爹娘可好？好，好，你也好么？也好。牛子妹妹，你真心要做一个酸面美人，无怨无嗔。是，我要真心做一个酸面美人，无怨无嗔。莫非你不想回家，不想见到爹娘，不想早日与我成亲？你想，你不想？牛子，你究竟在想什么？我在想，300年来玲珑镇多少太人玲珑女，我的112年算不得什么。你心甘情愿为玲珑所许结？
不是寻奸，是宿命。小赵哥哥，你我都是玲珑镇的孩女，从小吃着玲珑饭，穿着玲珑衣，理所当然有一颗玲珑心嘛。理所当然，玲珑心。也罢，300年来玲珑镇多少代人玲珑女，这112年也算不得什么，却让我的这颗心守着你的玲珑心吧。愿王师，你要用心为我为义。我有心。我要做300年来最美的水面美人。我要做300年来最好的美人王师。刘氏，你听我说，我已经悄悄地将魏营来的事报告了上海法国领事馆，民国政府也会派人进来解救你，解救所有的玲珑女。我等不了，我是法国人，没有人可以剥夺我的人生自由。这里不是法国，是中国，古老的祖国。做国家法可以高过法律，你懂吗？我不懂，现在就带我走，现在就走。没有作战的山芋，你走不出魏营来，我们也走不出玲珑镇。刘氏，你相信我，再忍耐几天。刘氏，来呀，在将刘美人请进魏营楼，好生管教。你是谁？你凭什么管教我？凭什么让我穿不可以？凭什么让我进冷水中？凭什么？我是你的师傅，穿不可以，进冷水中。那是帅面女生生必修的功课，是为了你美。不，你这是摧残人性，是虐待。你是一个虐待狂！张妈，在还不快将刘美人请进魏营来？是谁？我会救你的！谁？我一定会救你的！愿王师珍重。刘玉芝，你过来。师傅，如何见教？我听说你和袁华师原是一对恋人。从前时，如今他是华师，我是水面美人。我还听说你是袁家表务店的养女，是吗？是，我是袁家表务店的养女。师傅，我要分什么呀？你看我手中的这把短锁，锁面上的魏婴美人，你知道她是谁吗？知道，知道？你怎么会知道？
告诉我，他是谁？我不是，可是我能猜得到，画面上的美人谁是你？是我，是。你看不到我的容颜，恰能说出是我。面上可以做出师傅的容颜，但做不出师傅的美。师傅的美，扶持不在，是因谁喜刘玉芝师傅。师傅，能否揭开面纱，让弟子看上一眼？刘玉芝，师傅，你去吧。师傅，珍重。上马王马，在送2位瓦师出门。是。2位瓦师，请。邱少爷，依照错长吩咐，来呀，将邱少爷请出玲珑寺。请。邱三成，你这是何意呀？哎呀呀，邱少爷，我原以为你是一个情种，可想不到你是个叛逆。已经让报到上海法国领事馆和原政府把玲珑寺告了。你这是要毁掉魏银楼，毁掉玲珑算吗？你是我告到了上海法国领事馆，告到了原政府。我就是要毁掉这把确认的妥说。邱少爷，那对不起了。来呀，将邱少爷请走。请。我要带着我的爱人刘氏一起一走。那可不行，你不行也走就走。你，这是错长的手语，请你即刻离开。玲珑寺。好，我走。可是我要揪出刘氏，揪出我银楼里所有的色面美丑。我要毁掉这座埋葬我人的陵墓。我要出去！救你上帝呀！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长，你知道？请他进来。是。所长，我来了。请坐。莲婆，双子。外面的雨下得好大呀！是啊，一场秋雨一场凉。双子，来，坐到我身边来。莲婆，听说邱喜月把你告了。放心，这事已经过去了。8月张三，外国领事馆副局官室所采国风俗，原政府郑重随行，与玲珑女签订契约，一切顺风事情。刘四万在回应了，邱喜月岂肯罢休？这个何日子，尽管在上海申报发表文章，把魏应龙设成了惩戒体院。什么玲珑女12地受赠是非法囚禁，财财人心，闹得满城风雨。莲婆，放了刘四吧，沈家毕竟是外国人。放了刘四，那邱喜月就要跟着走了。喜月是我一手带大的，也是秋日大作唯一的嫡传子孙，是要继承祖业的。这么多年来，我苦心栽培他，我不能白费了心血呀！我看邱喜月不像是你的传人，他早晚会毁掉你的孙业的。他还年轻嘛，等阅历深了，慢慢就懂了。知道祖宗传下来的都是宝贝。但愿是此吧。双子啊，把面纱揭下来，让我看看你，好吗？不要，万一被人看见，你这个所长就不好当了。不妨，就看一眼。莲婆，你让邱三成接我来，是有什么话说吗？没有，就是感到累心累，想让你陪陪我。我倒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什么事啊？我问你，你想我们的女儿吗？我们的女儿，什么年纪丢在青色河的女儿？我们的女儿她玩我着，而且长大成人了，她或许就在你我身边，就在你我身边，是谁？莲梦，你看，这把
还记得那年选美，你我在祠堂第一次见面吗？记得。从此两光牵，这光牵。虽杀，唯一泪眉，悄无声息。18年了，直到正年一面，倾心一死。可是，何曾想到，你我那丢弃的女儿，她福大命大，非但没有落难，还长成了结实的美人，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你我身边。嫂子，你对的，那6月子就是我们的女儿。莲宝，你还记得我在婴儿襁褓上放的那把短穗吗？短穗上唯有你的名字和画像。我听说那把短穗一直挂在刘玉子的床头，从她小的时候就一直挂着。哦，原来是这。我敢肯定，刘玉子做双面美人，就是为了寻找母亲。莲宝啊莲宝，你我丢弃的女儿，她自己找上门了，找上门了，找上门了。莲宝，哪有怎样？做了双面美人，就要在魏营楼的之上112层，这可是300年经受不变的规矩。我求你吧，是玲珑算主
心意。姑年我18年为你对面上，18年为你做了半生。我问啊你，你可以不认自己亲生女，恰不能深深毁了他一生。脸目，我求你。放他罪成为阴泪，从此离开玲珑镇。我要他好好成个家，好好嫁个人，好好生个子啊，好好做为人，好好相随心好好珍惜这一生。莲母，你答应我，让我们母女一同离开玲珑镇，我们走得远远的。我想，在一个谁都不认识我们的地方，揭开脸上这层面纱。我要让我美貌的女儿看到她同样美貌的母亲。我没有想，为什么？因为你放不下玲珑镇，放不下玲珑女，更放不下玲珑锁。我放不下，我放不下，放不下。我在不想现在就放下。
越希望也能扬玲珑帅，跟上潮流心不放。谁知他越了洋人放祖宗，焚尽之后在我城中，深深与我结成了冤家。
尽了你的好年华，从今牵手阳光下。鬓也白发，夜夜昏花爸，要走你就快走吧，从今儿相江湖，在天涯。
两位新晋的帅面美人，一个是我的侄儿媳妇，另一个是我亲孙子的女儿。我要上命去救他们。烈公，这危险了，人孙上美人笑容容，他看我来，我看他，敷衍之中。
心之中心相通，志团顺。听说我生母来下来，我要去梦中进房。美声中，为了寻梦来选美，终于梦中曾相逢，亲娘呐！你的美貌足不知，京城里女孩儿我要真真切切、仔仔细细、亲亲念亲亲看到我，时时也想问切梦萦的慈母真有双子，让我为你揭下面纱。母亲，好，我死记接下。我知道你自称高远，伯父不免将你留下。伯父，你说得对呀，300年前定的规矩是改一改了。从今以后，凡年满18岁的玲珑镇少女，即可自愿参选双面美人，3年一期结脉为家。不过3年内必须编制草
受轻信寡欲。伯父，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这是一把玲珑栓，玲珑栓就是要有玲珑栓的规矩呀。哦，来，少管家，曹长，你经我自为所认，刷米美人6月子，新晋为玲珑栓的系传承。 6月子今身为玲珑栓第19代。